马太福音第25章，天国通譬如做10个在色女，举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5个戆的，5个巧的。遐个戆的举灯无另外带油，毋久巧的举灯有另外带几若罐油。新郎较晚到，因煞拢拄久困去。半暝，有人大声喊：“新郎来啦！出来迎接！”迄时，遐个在色女拢醒起来，收整因的灯。戆的甲巧的讲：“阮的灯直要花去啦，恁的油分一寡互阮。”巧的应讲：“油惊无够分恁用，上好恁家己去甲卖油的买。”因去买的时，新郎到位，遐个准备好势的，甲伊入去赴婚宴，门就关起来。后来遐个戆的在色女嘛来，讲：“先生，先生，请甲阮开门。”新郎应讲：“我实在甲恁讲，我毋捌恁，所以着警醒，因为迄个日、迄个时，恁毋知。天国亲像有一个人要出外去旅行，叫家己的奴仆来，将财产交代因，依照逐人的财条交金币互因，一个5000，一个2000，一个1000，就出外去。迄个领5000个，随时摕去做生意，搁趁5000。相款，迄个领2000个，嘛搁趁2000。毋久，迄个领1000个出去，伫涂骹挖一空，甲主人的金币藏起来。过真久，遐个奴仆的主人转来，甲因算数。迄个领5000个行进前，另外摕5000来，讲：“头家，你交代我5000个金币，请你看，我有搁趁5000。”主人甲伊讲：“真好，好搁忠实的奴仆，你既然伫少个有忠实，我要派你管较济个，入来，甲主人做伙欢喜。”领2000个嘛来，讲：“头家，你交代我2000个金币，请你看，我有搁趁2000。”主人甲伊讲：“真好，好搁忠实的奴仆，你既然伫少个有忠实，我要派你管较济个，入来，甲主人做伙欢喜。”这时，迄个领1000个嘛行进前讲：“头家，我知你是严苛的人，无业种嘛要收割，无种作嘛要收成。我真惊，则将你的金币摕去藏伫涂骹底，打你的金币行李。”主人应讲：“歹阁笨蛋的奴仆，你既然知我无业种嘛要收割，无种作嘛要收成，你应该将我的金币寄银行，我转来的时，通连本带利收回，金币甲伊摕来，交互有10000金币迄个人，因为有诶要互伊搁较济，无诶连伊所有诶嘛要甲伊抢起来。这个无路用的奴仆，甲伊赶出去外面黑暗的所在，伫遐伊画天口，家家切齿。人子做王带正天使来临的时，伊会坐伫荣耀的宝座，地上万民拢会聚集伫伊的面前，亲像牧者将绵羊甲山羊分开安尼。伊会将因分做2边，甲绵羊安排伫伊的正边，山羊伫倒边。后来，王会甲正边的人讲：“来，恁才会受我的爸祝福的，来承受对创造宇宙以来就为着恁准备的国度。因为我枵，恁有互我食；我喙焦，恁有互我啉。我做出外人，恁有甲我收留；我赤身裸体，
恁有互我穿；我破病，恁有甲我照顾；我伫家人，恁有来探我。迄时，二人回应伊讲：主啊，什么时阮看见你枵，有互你食；喙焦，有互你啉？什么时阮看见你做出外人，有甲你收留？还是赤身裸体，有互你穿？什么时阮看见你破病，还是伫家里，阮有去探你？王回应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有安尼对待我兄弟姊妹中一个上微细的，就是对待我。后来，王会甲倒边的人讲：恁这个受咒诅的人，就离开我，入去为着魔鬼甲伊的使者所准备永远的火呢。因为我枵，恁无互我食；我喙焦，恁无互我啉；我做出外人，恁无甲我收留；我赤身裸体，恁无互我穿；我破病，也是伫家呢，恁无来探我。迄时，因嘛回应讲：主啊，什么时阮看见你枵、喙焦、做出外人、赤身裸体、破病，也是伫家呢，无甲你照顾？王话甲因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无安尼对待这个中间一个上微细的，就是无对待我。这个人会受永远的刑罚，毋过义人会得到永远的活命。